要俾錢先。阿張都揾公式投資，過數先。高危警示都唔睇，因住出事啊！防騙視伏器已經連接到轉數快平台，轉數時如果收款人嘅手機號碼、電郵地址或者轉數快識別碼同詐騙舉報有關，就會出現警示，咁就要停一停，諗清楚先。好在有睇清楚，留意高危警示，轉數時要醒啲，冇警告都唔等於一定安全㗎。我係主力牆嚟㗎，唔好拆我啊！咪拆！根據建築物條例，涉及建築物結構嘅建築工程，例如改動或拆除主力牆，都要先經由認可人士同註冊結構工程師向屋宇署申請並獲批准，至可以動工㗎。擅自改動或拆除主力牆，不但影響樓宇安全，仲犯法㗎。切勿亂拆主力牆，犯法兼且手尾長。上屋宇署網頁了解更。各位媽咪，有個爹哋，上完金堂先好去補習啊，或者西方語文、電腦等由私立學校提供嘅非正規課程。要記住係咪真係有需要？要查下間學校有冇註冊，睇清楚課程同收費，學費要逐個月交，唔好一次過以任何方式，包括用信用卡去交晒。最後保留學費收據，要記住重點啊！黃色暴雨警告生效時，要留意最新嘅天氣報告同路面消息。當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，而教育局屬咗停課，學校應採取應急措施，保持校舍開放，照顧返咗學校嘅學生，等情況安全先俾佢哋離開。家長無需心急接子女。假如學生已經喺返學途中，就要留意雨勢、交通、斜坡同路面情況，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。歸隊啦！全靠你咋，神隊友！哎呀，三隊友！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劃已經擴展，除建造業外，亦涵蓋飲食及酒店業同埋運輸及物流業，提供私家復康治療，仲有個案經理跟進支援，收費都係同公立醫院嘅一樣，幫工友快啲好返，從頭工作。工傷復康有我幫手。今時今日嘅服務態度點先至夠咧？先生，係咪想試試嗰對鞋啊？係嘅，11號，11號。呢個款偏細，所以我攞埋11號半俾你。大嗰半碼又真係 fit 少少喎。做多啲，今時今日就係要呢啲，做多一步，好客之道。將軍，保棋贏棋嘅秘訣係有好心態，有步步為營。就好似過馬路咁，咪貪方便攝車罅亂過馬路。我知，要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。為安全計，就算要行多幾步，都要使用過路設施。時刻留意交通情況，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車輛嘅盲點。留心蛋提提你，好心態出行，專心留心，唔分心。紅燈唔好行，紅旗唔好游啊！當泳灘懸掛紅旗，係表示海浪大、天氣壞、有紅潮或者水質差等等。特別係惡劣天氣時，公眾泳灘都會懸掛紅旗，提醒市民進行水上活動會有危險。根據泳灘規例，市民喺公眾泳灘暫時封閉嘅時候進行水上活動，仲會違法。一經定罪，違例者最高可被罰款2000元同監禁14日。顧己及人，切勿喺惡劣天氣下進行水上活動。可以擁有健康都係一種幸福。如果能夠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，生命就更有意義。喺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捐贈器官嘅意願，將意願話俾屋企人知，鼓勵家人朋友一齊支持器官捐贈，燃亮更多人嘅生命，傳播希望，溫暖人間。即刻上 codr.gov.hk 登記啦！路共你挽手向前，抱擁夢想希望，自由幸福快樂，安心再共你闖，前望為我再添翅膀，朝着夢想眺望，紫荊花香飄散在各方，美麗常盛放。兩兄弟一齊同大家追風同觀浪先，曉得啦！
下晝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生效時，一名年約25歲男子喺海邊觀浪，被捲入海中，身受重傷。其兄長落海營救時遇溺，傷重不治。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員受傷。慎防貪玩之過，追風追出大禍。唔過路過唔好錯過，全港各區均一價，亂拋垃圾3000，隨地吐痰3000，亂貼街招3000，搞份弄污街道，淨污糟公眾地方、海上或郊野公園，罰款一律加到3000。另外，店鋪阻街或非法棄置大量廢物，罰款加到6000。新定額罰款金額由2023年10月22號起生效。犯法有代價，清潔靠大家。梯主要係用嚟上落，有冇諗過，就算喺1-2米高跌落嚟，都足以致命，令家庭破碎？唔係嚇你，用梯不當真係死得人㗎。用適當嘅工作台喺高處工作就安全得多。即使行動不便，我會用心做出精彩嘅作品。即使有聽障，我會專心做到最好。即使有視障，我會以耐心去清楚聆聽客人嘅需要。有佢哋幫手，我梗係放心。殘疾人士各有所長，善用佢哋嘅才能，咁就雙贏啦！僱主參加勞工處嘅就業展才能計劃聘用佢哋，仲有津貼添。傷健共融，用心展才能。想知多啲，打27554835啦。收陳仔，我嚟開工啦！咪住，拆除含石棉物料嘅搭建物，一定要按法例要求由註冊石棉承辦商進行，仲要喺動工前28日通知環境保護署，同喺特定情況下通知勞工處，要小心處理㗎。防塵減塵我有計，健康第一沙塵仔。我要買皮肩。要邊隻？2條薄荷啊！6點後樓梯等。仲未到嘅？上緊嚟啦！嗱，香港海關買賣私煙均屬違法，最高罰款100萬元及監禁2年。海關舉報熱線25456182。網絡上有好多投資建議。邊會咁着數㗎？信我啊，等我幫你。信你都傻，喺無牌平台投資，咩保障都冇㗎。仲有啲教投資嘅群組，千祈唔好亂入啊！去證監會網頁睇清楚投資警示同持牌機構名單啦。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。企利啲，唔驚會跣親，地面要乾爽啊！小心啲都唔用就要放返入刀架啦。做足啲，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，或者搵人幫手。安全啲，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啊！跟足步驟，企利啲，小心啲，做足啲，安全啲，自然開心啲。工友小心，熱鼠怪又嚟啦！中暑冇咁易，第一招做足散熱準備，第二招遮陰工作，第三招補充足夠水分，第四招去陰涼嘅地方唞唞，對付熱鼠怪幾招搞掂晒。夠啦，真係受夠啦。點解會？你嘅聲音點會冇人關心？隨時打嚟23820000，讓我哋用心聆聽，預防自殺，有生命意識。個窿冇遮冇掩都得，只有你最熟悉每日工作嘅地方。冇牌仲叫佢揸鏟車，只有你最清楚乜嘢唔安全，容易導致意外。機器冇護罩好危險，要舉報至得。只有你嘅舉報，勞工處先可以迅速執法，避免意外發生。只有你安全，佢哋至安心。而家除咗可以打25422172，大家仲可以上勞工處網頁舉報，所有舉報絕對保密。哇！宇宙 Jam 買1送1。